花莲果、卡白笋、是徛这的农作物哦，即马伫种植的时，暗时拢会点电火来增加日照的时间哦，加速生产。也毋过，所有浪费能源甲公害影响生态的问题。暗控协会是呼吁农业照明应该谨慎使用，嘛呼吁政府应该定出公害的标准哦，嘛要改良这的照明的设备。我这向上的推光大概是100 lux， 这样向上推光，这个等于是无效照明。那这个加了一个最简易的这个灯光之后的灯罩之后呢，可以减到40几到50 lux。暗控协会指出，因为目前农业照明无集中，效率无好，因伫花莲果的种植这灯光照明加上灯挂，效果介好。现代农业为着要增加日照时间，伫暗时也点灯火增加产量，但是除了增加能源的负担，也害真侪虫拖，连暗时啊拢无通休困，规个生态拢乱去。历任的农民和立委拢呼吁政府就要研发减少光害照明设备来友善环境。火加强了后，咱本地爱点2个月，有可能咱点1个半月，还是点40天，就会当甲这个点火的迄个电池掀开了。希望农业部可以参考民间研究成果，尽速来推动高效的这个照明设备的奖补助政策，也为农业生态跟环境保护寻求双赢。农民指出，若阵电火伫顶头砍挂了后，毋但光害情形会减少一半，对虫拖影响也较细。光线集中了后，促进作物的生长，也会当省电钱。因呼吁政府应该要赶紧改良照明设备。农业部是回应讲，会请研究单位去做实验，互照明设备莫去伤害到生态环境，也会当提升农产的效率。记者卢尚如、张准由台北报道。